鹼值 pH 值係用嚟量度一樣物質有幾酸定幾鹼嘅指標，數值範圍由0至14。pH 值7代表中性，低過7係酸性，例如可樂、檸檬汁；高過7就係鹼性，例如蘇打水、漂白水。pH 計就係一種可以準確測量液體 pH 值嘅儀器，常用於科學實驗同水質監測。Kit 500嘅 pH 計專為編程教學而設計，支援 Microbit、未來版同未來版 Lite， 符合中小學電腦科同科學科嘅課堂需求。傳統 pH 試紙比起 pH 計有以下分別：一、用完即棄，每張試紙只能用一次；二、準確度較低，精確度只為加減1；三、顏色變化不夠細緻，難以準確判讀小數點後的酸鹼值；四、以肉眼比對顏色，不同人或光線下會得出不同結果；五、會受樣本顏色干擾及染色，導致判讀困難或錯誤；六、試紙會過期。相比之下，電子酸鹼值感應器可以清晰咁用數值顯示酸鹼值，比起用肉眼睇顏色更加客觀同科學化。等我們用日常生活嘅例子做一個探究。首先拆下保護蓋，然後將感應棒放喺可樂入面，等待30秒令數值穩定落嚟。可以見到呢杯可樂酸鹼值大約係2.4。使用後記住用清水洗乾淨感應棒，將感應棒放入礦泉水，等大約30秒，數值就會穩定落嚟。呢杯礦泉水嘅酸鹼值大約係6.0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試下加一啲蘇打粉去，然後攪勻。喺等待過程中，可以見到酸鹼值一直攀升到8.18，證明蘇打粉可以增加液體嘅酸鹼值。記住用清水洗乾淨先裝上保護蓋。